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我顶日去当着是咧知己的，原来几落个月无看，爱见面就甲我讲国情啊，你较早较肥，即马倒瘦哦。我讲你讲好明，我内行的啦，卖亏啦，台语真侪歪音的啦，亲像咱咧讲到酒拢无步啦。讲到叫人就去，讲到分火就倒，迄拢三观两义相同的解说呢。讲到酒拢无步，规杯用个栽，毋是讲到啉酒我拢无步无法度，毋是呢。所以即句较早较肥，即马倒瘦，我爱讲好明，因为咱知啦，一个小可咧讲袂准尔，就会变做讲国情啊，你较早较肥。较水肥啦吼，啊，讲到水肥，咱嘛知影有一句历史来话讲，水肥车排归排，互你接3字。那水肥车归排啦，迄足清楚，就是叫做拖西连啦。后壁国情啊咧讲即句，讲即马倒散，我哪讲好明，无就会变国情啊，你较早较肥，啊，即马去倒屎。当然这就对知己的才会使讲，因为这笑亏话嘛，这毋是真正讲吼。第2摆、第3摆见面呢，无遐熟的朋友，你安尼讲伊会生气呢。国情啊，就是甲阮知己安尼演，讲安尼见面特别亏，国情会硬呢。这句硬吼，是倒行逆施这汉文吼，就是代志对头做，行逆的逆啦。毋过伊听到逆尔，伊无咧讲迄字啦，无讲行逆的逆，伊讲歪音的讲国情啊逆较贵重啦逆。咱嘛知，这个逆若共音写这字，变真有价值。迄个价值去外口咧买，当然叶啊是较贵重。民间咧流传，我哪讲话音的趣味，尤其讲古的大师郭路天咧讲传奇人物廖添丁，迄个大奸，迄个蔡万良，迄个高显仁，然后廖添丁糟蹋过，心内就会感觉足热的，热较贵重啦。啊，郭路天咧讲古，嘛是讲话音的呢，讲高显仁，你若去并27廖添丁歌迄个歌册。我哪共款吼，唔敢写正字，会写高演员。高就是高高在上迄个高，演就是翻演的演，高演员也是高显仁，这拢讲歪音的。因为吼，大奸伫日本时代，人真正是讲吼，名声透京城啦。啊，这句我哪就爱讲互准，因为名声透京城是咧学咯。啊，你若迄个听我叫条工举出来，报得迄翁仔咧讲袂准的，变名声臭硬，安尼吼就是批评的哦。毋则讲台语歪音的笑话甲趣味，拢伫遮。